台南有200多个农民不满这公牛卖价少13年来拢无调整，因要求白布条啊上街头抗议。因的诉求是爱政府1公斤增加5块。这农粮署南区分署是回应讲，最近呢这农业部有伫咧推测稻啊产业精进的政策，提升这稻啊品质，才当增加农民的收益。这个农民白头巾求白布条，抗议公牛13冬来无调整。农民怨叹即阵万项起价，像因请人来开挂着机台间，捧田车工拢变贵，一只分地挂着工就起100块，那一架就起1000块啊！农民开成本对袂着物资的浮动，地主因即回才抗议，诉求公牛通1公斤提悬5块。10多年拢无甲阮起价哦，啊，一寡迄个物资资材哦，嘛拢起啦。所以阮真正。已经无大行啊生活，因为起来减一直起嘛，阮加一直支出，所有的利润真正足少的。农民指出，毋但工钱起价，互因食袂消，就连财政黄的成本嘛翻倍起。另外，政府即几档鼓励青农回乡做事，煞搁实施大区轮作甲收金，那地主因歹趁食。针对农民的诉求，农粮署无直接的回应，敢若表示农业部正咧推测稻啊产业精进政策，起头会先调整产业结构，嘛提出专属鼓励制度。刚才少少的要求讲会当收较好的，互阮的生活会当过，啊结果嘛一个卡伫遮。你看你讲你即马咧鼓励青农倒来做，对一个少年要倒来做。我们鼓励农友来做。总做旱作跟杂粮的部分，如果在一起做呢，我们是在易缺水的一个水库灌区，奖励金2万元。第2级做呢，就是针对原本种水稻的区域，如果我们转做杂粮跟旱作的话，我们就有奖励金1.5万元。近年推动的水稻收入保险加强型的目标价格未来会提高3块钱。要米厂烦恼起价的影响，小卖店通路介绍，另外本正互政府辅导去种杂粮的农民，可能会改当来种黄啊，安尼恐惊咱台湾的米会产生过量的问题。记者李树台南采访报道。